咱有因为天了后甲风雨，你不结果到现在，太给人不用的事情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有甲是啊，阮工作就大了，我本来后期一会先嘛，又会先，又会开天3号的先，但是3号先是不可以，所以不能电有力量的电。 所以真正你在靠这个天条就是讲嘛，别到现在3个月，亲像安尼讲，3个月无改变那个小问题，3个月若无输，袂成功啦。所以咱若习惯做3个月惯习，你会继续做。3个月为真正，其实那个为真正最重要啊。 他们就得做的，1个月啊1日，只有这几块钱啊，只有这几块钱啊，所以3个月呢，甲1月只是用来说明运行的预期时间是等的，不一定恰好3个月啊，或者是11个月。干回期不一定呢，干回期不一定，虽然你使用紧。 但免不了，我那免不了有感动的时候。但是感动的时候，咱也咱出国跟别人做的是问题啊，也安做的是钱嘛。所以，伊安做像空主情人节的时阵，空主来讲，这几个月，那么空主呢，但也了解这个物件了，伊赶紧把握那个机会来，耍清楚。 老师讲，你对对就行啊。讲了就了，讲叫你有了，赶紧刷多方面那条。老师你哪一条路啊？我今这条我你有了，但是你刷你无了。虽然高速公路好，但是我唔知要走高速公路这条，当初那不需要。我有时就点。 4个门桥，4个门路，4个路门的门路，来关掉了，走你个走掉的。为了不是坏乱心，为了不讲为了不讲坏开心，为了不讲坏心，为了不变坏心情，为了不听坏开心。 太乱想法，死掉，死人都把关掉，走这里，做干部天咖啡我唔知你来看到，为谁不定，清楚出不赢，老师不干的是叫他们叫，但是我一定叫你们有一种，随时就看，但是这是给他办的这个，我要别什么东西，你看老师来不及格，那么不及格。 纠结，不是中心故意，有点中心故意，嘛是就爱这个，所以有些咱的情况也有些种，咱的情况也有些种，太难，太差，咱给你累积，真正关键世界，不得讲，不得变，见得讲，一定会做事情，但是会做，但。 提醒清楚，面对人性，勇于改变，不是很多，先有应该，各有应该，先有应该，各做能感上能感，不简单。所以时间就不能讲，但是花光这边，那些都爱不是。 这个话有些，
论语中，论语这本册是属于，咱们论语这20章第8字，8字第1咯。现在大家写8字第1，这个以来就帮助不好意思，因为汉这个汉包括偏东体。好，表明在内容。最佳就是不告诉我主席的。